稅債票償，稅債票償。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哋咧係稅債票償大聯盟。今日咧我哋係4月3號咧嚟到呢個藍田嘅啟田村啊，動員我哋嘅工作人員啊義工咧就係進行呢個選民登記。我哋稅債票償大聯盟咧係由107動力啦、全港報胎大聯盟同埋好煙民大聯盟同埋煙民力量啊民間團體咧一同成立。目標咧係呼籲全港70萬嘅煙民咧盡快登記成為選民。喺嚟緊區議會同立法會選舉，用選票話俾政黨同啲議員聽，我哋唔同意政府去增加嘅煙草稅，令到咧私煙嘅問題更加猖獗。每年呢有6億嘅利潤呢送俾不法分子，令到兒童咧更加容易接觸私煙。咁今日咧我哋會嚟到啟田村啊，其中一個政黨公民黨嘅黨魁啊梁家傑嘅選區裏邊呢去進行選民登記，去到咧啟田村嘅吸煙點啊馬會嘅附近。喺煲打邊爐嘅地方啊，呼籲咧區內嘅煙民啊去登記做選民。以17000人口嘅選區去計算咧，有1700個煙民啊，當中咧可能有800個咧係未登記做選民嘅。我哋如果咧能夠呼籲到200至300個新增嘅煙民啊做選民嘅話咧，足以左右今年11月區議會選舉嘅結果。我哋會繼續呼籲啊呢啲煙民咧喺嚟緊嘅區議會選舉唔好投票俾一啲支持加煙稅嘅政黨啊！稅債票償，稅債票償。